大家好，我是吉祥，我是谢晶晶，每礼拜五暗时8点，恭喜台语台 Talk Talk Show 台语一定爱看哦。若是时间袂拄好，袂使伫短短台语台 YouTube 收看哦。明知梦情戏剧演员来比赛，到底啥人的练水会较厉害？甲第一季比起来，就好看，搁最好笑的。安尼哦，我今仔日若去台蛇哦，我退出这个演艺界。水。哦，啊，平常时若表演了，恁拢会创啥物？有三个人爱注意哦。啊，物件吼好用个买遮多哦，所以伊某一届个带4个啦。查某跟家己囝招牌，你嘛有哦？嘿，爱注意，哎呀，注意来来来，提铃铃，提铃铃。我迄阵哦，从我咧热恋哦，从我咧偷来暗期做3季，不啦。我就讲，嗨，啊你介意啥物？啊比起热水花，我较介意你。我根本就是互新闻耽误的歌手，谁甲你讲的？谁甲你讲的？这侪人拢安尼讲，点去。